伫咧高雄永安区的泉州沙埔公园，昨晚暗发生一件渡水的命案。一个70来岁生出来查甫人伫海洋受水的时，那像是去互狗仔攻击，致使伊的头部重伤渡水。海巡人员赶到位的时，这人已经是无生命现象。有当地的居民是讲，前几礼拜嘛有龙洞狗攻击来受水的人。高雄市动保处是表示，详细事故原因要该厘清。伫咧海面上，抑阁看到3只流浪狗伫咧受水，也毋过另外这边则看到救援人员对海底甲渡水的游泳客救起来，人救起来时阵就已经无生命现象，赶紧上边抢救也是救袂大。平常时拢会伫遐游泳的，嘿，安尼哦，逐工拢会去吗？嘿，水性是够好个啦，就是遐狗甲加一个，已经着要害。这件意外发生伫咧高雄永安区石板路泉州海沙埔公园附近，早上下昼3点多，有人看到一个76岁生出来查甫人伫咧海受水时阵，互流浪狗攻击，造成伊渡水，赶紧报警。他身上的伤势主要集中在头部的严重咬伤，还有身上也有一些零星的咬伤存在。我们在施救的时候，那3只狗就已经游离的现场。家属讲，死者普通时就会来遮受水，亲戚朋友听到消息拢唔敢相信。当地民众讲，2礼拜前有人来遮受水时阵，鱼仔互狗夹脚转去。一个少年落游泳，遐狗怎冲落伫海边啊？伫个游泳迄搭遐所在怎遐落夹鱼仔又转去。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暗时伫咧现场抓到一只流浪狗，不过是毋是家人的狗，抑个详细发生的原因，抑个会调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